男子羽量级的比赛争夺，同样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场的联合主赛。南方选手身高173公分，臂展174厘米，体重66.10公斤，年龄28岁，来自于 Ikhlas。MMA 综合格斗战绩24战17胜7负 ，JCK 战决胜战绩1战1胜。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blue corner from Kyrgyzstan. I give you Mik Turbak of Kambaye. 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74公分，臂展176厘米，体重66.50公斤，年龄32岁，来自于新疆国际搏击俱乐部。MMA 综合格斗战绩21战11胜9负1平 ，JCK 战决胜战绩7战3胜3负1平。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伊山沃克尔，伊山行者吕 The Tyrant Go！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王悦。来点，来点。好，我们今天的双联合主赛之一啊，这场比赛的话，中国选手对阵吉尔吉斯斯坦的冠军奥斯孔巴耶夫对柔道暴君吕凯，双方等不及了。我心跳都上来了。没错。用这个粉丝的话来说，就是我不管胜负，我只想看血流成河。确实，吕凯的比赛太劲爆了，上来先压距离，往里走。对，不管你是谁，压进去。对方还是想控一控的，出腿环绕。但说归说啊，我觉得对于奥斯孔巴耶夫来说的话，战术还是很重要的。确实，奥斯孔巴耶夫一直在游走。好，想接腿，连续的低位的腿法。凯皇这次站架站得很高啊，是想压进去给后手吗？对，下巴收得很紧，没错，看一下手拿也很高。击服，已经逼到笼边了。凯皇对方再转出来，是凯皇说：“我今天的这个状态好的不得了。”新疆战队的这个卡夫踢踢的都不错，是对。继续晃，来了，哇，后置前摆，我的天，跳上去打的，打得也很远，是。有一个卡夫踢，漂亮。前摆后直，对方启动也快啊，对，拳法也不错，不只是摔跤，拳法打得也不错。我从旁边对撞了一下，下前躲掉了，对，那个没有打到上了哈，对，勾拳。奥斯孔巴耶夫这个拳很快，没错，可能还是那样，大家都觉得他是优秀的摔跤手。卡夫踢，有劲儿啊，是，对，非常重。旁边的刘策会不会教他？肘击打了一个，做了个迎击肘，对方一上来马上屌，一个挑肘，迎着对方打进去，反应速度很快啊！这场比赛确实吕凯状态好，吕凯的字典里好像没有后退啊。漂亮，抱摔，但是吕凯第一时间把胯压下去了，是，我们看怎么处理肘击肘耳朵，漂亮，有劲儿，打击，奥斯孔巴耶夫抱单腿，看一下怎么处理，整个贴进去，很严重。高高举起来，想要绊倒，力量还是大。凯皇把脚拿起来了，你，还是绊倒了，空中绊倒，第一时间西顿塞进去，起身，凯皇地面也强，第一时间起来，对方想破坏重心，比较典型的摔跤的技巧。对，这种如果先拿对方把位的话，谁就占据了这个像扇巴掌大赛的先手一样。没错，目前是这个奥斯孔巴耶夫拿到了先手。他掌控了吕凯的重心。对，吕凯平衡很好啊。对，很好，而且相对来讲，吕凯会更累一点，因为奥斯孔巴耶夫可以把重心随意调整，是挂在你身上。对，吕凯在逐渐的拆把转过来，是有没有机会？漂亮，没能做闷栓，小心脚底下的绊。好的，确实摔跤很好，很好，真的很好，顶级的选手，而且也在找脚感，你看到没？第一下没做，骗了一下又做的。
看一下凯皇怎么处理啊，还是能够起身，表示没有问题，时刻能起来，是把手肘塞进去。我们知道最近新疆战队有很多的来自于俄系的教练，所以我们看摔法，对，应该是有所加强。奥斯库巴耶夫这个就很像鹰队的打法。好，我看我们那个吕凯和自己的教练团队正在点头，没有问题我可以，应该有听到教练团队的指示。是的，奥斯库巴耶夫这个头藏的也很好啊，凯皇很难打到他。再次起身，再次拆把，但是摔跤手的扣是真不好拆呀。打得很紧。再一次，你看，哦呦，脚底下的绊儿。其实就在这个摔与起身之间消耗了很多时间。对，而且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很有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你的拳就没有爆发力了。一波又一波。对。转过来，漂亮，直接抓得很不错啊！如果能抢了一下，漂亮，柔道的漂亮，夹住，夹硬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对方头还是滑呀，是很滑，出汗了。没有到伏，没有把位，能够完成这次的这个摔头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再想手肘塞进去，细节上的掌控，看一下吕凯这边，对方不停的在吸大腿，把对方的把顶开，顶出点空间来，能不能转？往里切，看一下，继续打击，要小心对方挂腿。没错，对，奥斯孔巴耶夫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忌惮跟凯皇去对拳，是，没有人想跟凯皇对拳，没有人会跟对拳。其实奥斯孔巴耶夫呢也没占到太多的便宜，主要就是压制时间长。对。有效的打击效果可能差一些，对，但是可惜的就是他时间消耗很多。对啊，这个回合大部分时间在他时间连续打击，看看最后给他2个重的，还是能拿回这个回合的。10分钟看到的话，打击效果，追击，凯皇再来，防摔防得很好，哇，能感觉出来奥斯库巴耶夫力量确实大很多，而且他很坚决，他就是要摔你，就要摔你。其实这没有拐弯要摔，是的，双方打的都是名牌。这个凯皇这样站立就是把他轰倒，然后奥斯库巴耶夫就是想摔你，所以双方怎么去博弈？但是凯皇体能保持得很好，走到自己的边角很轻松。我觉得奥斯库巴耶夫可能第一回合的时候也不见得说直接想把你带到地面做控制啊、降服啊，一波接一波的消耗你的体能，就跟鹰队一样嘛。他这下是撞到正好肚子上了，对，不是说给你拳打到怎么样，做了个迎击肘，是，嘣，哎呦，嘣，照着耳朵去的，绝对有感觉，对，高。空中的很有技术很好，确实。起来我都怕这一下，对我都怕这一下凯皇脚被崴到。这个咱们中国叫脑切子吧，咱们柔道不知道叫什么。大外翼吗？大外翼。先防住一波摔跤，我感觉体能方面凯皇是有优势。对方呼吸挺急促，是只要是能够去做抱摔，防止对方就是抹血打法的话，拼拳凯皇的几率还是很大。对，凯皇还在前压，一直是不懂后退，拨开，整蹬。卡夫做卡夫踢。其实刚才奥斯库巴耶夫这个脚已经有明显的这个伤痕了，一直前压，包括做了很多的摇闪。有效果，有效果。对，看这个腿都已经红了。再来一个，跌倒了，好，直接击倒了，加油！站不住，有点站不住啊，明显感觉又来一个，来一次，而且一直压着你走，你不好小心，这人再踢的话容易被爆摔，要小心。凯皇这个位置踢再多的话就容易被爆了。对方已经来到临界点了，对，站立打不了了。对，再踢的话就要，他可能要抓你时机了，要小心位置，要先打拳骗一骗。溜一个，但是没踢上，已经是能够有累积叠加的决定性伤害，所以我们看凯皇不着急，这会儿奥斯库巴耶夫压力来到这边了，想要去做抱摔，其实这个前腿也是会受到限制的。凯皇现在很从容，因为已经打开缺口了。又一个，继续走。哇，这个腿看红肿很严重。是，奥斯库巴耶夫这个皮肤也比较白，对，能明显看出来。有效果，后手拳站不住，有点站不住啊。骗一下，前摆后手拳打挺远，对方要小心，要小心。对方平拳依旧是非常的强，漂亮。对，但现在因为前腿已经支撑能力下降，站不住，拳可能力量没有那么大。后手打住，凯皇要小心打击。刚才有效果，被对方抓到了一个节奏。结束了！哇，结束了！奥斯库巴耶夫这位来自中亚的双腰带选手，
我的天哪！哇，打败了凯皇！天哪，这位选手确实实力太强了，换了一个上勾，这个机会从中线挑上去，能打能摔的。我的天，我们要看一下，再看一下没受伤吧？状态，哇，直接有窗口了，这一下，直接把面部打出一个很深的窗口。哦天，看一下，太可惜了，就在已经优势建立起来的过程当中，对方等于搏了一组。一记上勾，天！我们再看一下，先骗了一下，下前偏头，咚！哎呦，跟上次凯皇 KO 对方的技术是一模一样。下前偏头，咚！我的天，又来了3拳，补拳。哇，凯皇，刚才眼睛都直了，很可惜。希望凯皇不要受伤。奥斯库马耶夫这致以敬意，是的，向凯皇竖大指。对，我觉得两个男人、两个战士之间的惺惺相惜，赛前的垃圾话都是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是其实我们看比赛结束之后，都是宣传比赛。没错，比赛结束之后，我觉得吕凯的实力啊，对方还是非常认可。是的，我觉得凯皇应该长期的征战对自己的下巴有很多的损耗。是的，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因素。这样的话，恭喜奥斯库马耶夫，应该是一场逆转的获胜啊！而且那一瞬间，凯皇有点迟疑。是，恭喜奥斯库马耶夫！哇，这位吉尔吉斯斯坦的双冠王啊，名不虚传，确实厉害。是。大家看到了 JCK 的所有的外援，我再一次重申啊，没有水货，都是实打实的狠人，太猛了！就在腿已经站不住的临界点上爆发了一波，还能反杀。在这个八角笼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MMA综合格斗规则与量级第一场联合主赛的最终结果为，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蓝方选手米克特贝克奥斯康巴耶夫。第2回合1分56秒 TKO 获胜。